关这个新冠病毒，今仔日嘛是零无确诊的病例，包括今仔日在内，台湾已经连54天无本土病例了。6月初7开始，防疫的措施大松头，已经有不少人准备好要出去大耍特耍了。上新的消费者旅游调查报告，有74%的这个民众解封了后，要把钱开伫游览甲食好料的。每一个人平均愿意开5000到8000块，也阁有45%的这个民众，伫解封了后的3个月内，就会马上来安排旅游的行程，讲这叫做解封报复性的消费。你有偌久无参朋友做伙食好料的？有偌久无参厝内底人做伙去佚佗？即马就等宣布解封，大家斗阵来去。可能花莲、台东之类的。可能南部吧。根据信用卡公司的调查，有7成的民众愿意将钱开伫咧佚佗、参食好料的；有4成5的民众嘛会伫3个月以内安排出去佚佗；有将近6成的民众想要去花东参离岛，平均每一人愿意开5000至8000块。发行以后，可能慢慢会恢复到80%-90%以上。那么这一些行业很可能会比之前的来消费的更多人，也就是所谓的报复性的消费。旅行社参饭店业者嘛要帮民众将3倍券变更较大，像上市旅游就推出网络订房，就加买3000块；饭店参游龙园的优待券，等于是变6倍的概念。台北天星饭店只要民众摕3000块的3倍券来订房，就当伫咧平常时住2暝双人房，还阁送餐厅消费3000块，等于是拍19折。台北凯撒饭店是推出摕3倍券，不分假日拢会当住1暝双人房，还阁送3000块的餐饮参 SPA 的抵用券，等于是拍31折。阁无偌久就要解封啊！想要去佚佗，即马就会当赶紧准备。